迎豆豆来 Plus， 哇！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比 Plus 的动作，足够水，让人足欢喜的呢。嘿，真是嘞，这嘛是咱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，就是让大家有更较多快乐欢喜的笑容。上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一家人会当和乐欢喜。这就是公营豆灯来想要让大家看到的，就是每一个家庭快乐的秘诀。现场所有观众朋友，今日对恁来讲哦，上好快乐的秘诀，就是就台来挑战，把红包摕上去，对不对？今日有4组家庭嘛已经准备好啊，咱随来欢迎全球吉星，欢迎！再来欢迎一家伙啊，真高水，高水高水，够水的呢。第3组欢迎笑嗨嗨，欢迎！哇，真正笑嗨嗨！最后几组欢迎阿嬷卖买便当，欢迎！欢迎大家！欢迎你来参加比赛哦。今日还好啊，加油啊吼！来，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全球第7，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球技星陈明熙。我是蔡连子啊，因老母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口罩的头前啊，我就是全球巨星的阿兄魏伟。阿伟啊！哎呦，恁号的全球第7这个名，真正无咧谦虚的吼。哎呦，当然咯，当然咯，因为我是这个全小琉球上界红、上界晓的这个歌星，所以我做全球技星。哦，啊，你看看卖啊咧。今日真侪支持者拢来啊。你是上红无唔对，但是小李去嘛，跟我一个青的啊，对无？好好歹歹，我嘛是歌星啊。我是技星，嘿还是老西青。先讲一下啦，那一定讲黑啦。今日唔是有好消息要甲大家分享。全球技星出这个个人的台语的专辑咯。真厉害！你甲看嘛，这个造型吼，开出侪钱的。开足侪钱嘿，哦。这国际的这大师吼，嘿来甲我打造的安尼啦。哦啊，但是吼来我内底歌吼就好听的哦。啊，嘛有迄种哦，你身躯边若少林就多吼。内底我有一首歌叫做《风少林》，哦而且呢，我搁邀请这个全台湾上高骂人的可丽姐啊，是来向我合唱。伊内底吼，甲伊少林哦骂到吼，伊念伊就走啊。吼，你这条歌你若听了，你的身躯边绝对拢无少林来甲伊陷害，互你一片风顺呐。哎，破声吹落哦，全球第7。哎，蔡玲姐啊，蔡玲姐啊，谢谢啊，两个后生拢遐尼爱唱歌，是毋是自细汉就开始唱麦鼓啊？因吼嘿大汉的拢对我 KTV 咧唱，哦，是哦。细汉的拢叫伊唱，拢唔唱。到国中我才发现伊会唱，较慢一点嘛。卡慢一点哦。伊若国小会晓唱哦，我就互伊练歌。我哦，你莫即摆我红啊，较咧讲即种话呢。真嘿的，伊是梦想哦。哎，国语的真有够像我做囡仔10几岁咧唱。啊，迄个阮英哥哥吼，台语也是真正唱得足好，做囡仔就拢会唱。这你有听到这重点无？好啊，好拢明建议啦。显吼，国语的唱了真好，胜我。啊，大兄吼，台语唱了真好，嘛胜我。啊，好的拢胜伊好的啦。好拢建议就对啦。无唔对啊，恁两个都是妈妈生啊。对啊。哎，好，感谢妈妈啦。哦，这个爱感谢，是无啦，伫咧妈妈会敢来哦，家己的后生一定是上重在的。是对啊对啊，我嘛安尼想。伊的话会当安尼互相吐槽，是毋是感情就好诶？那非常之好。感情真好，非常之好规口罩哦，拢非常的乐观，特别笑。特别笑。怎讲？人来讲办丧事吼，厝内底有人走去吼，啊，像足伤心、足艰苦的安尼。是一定的啊。一定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迄有的人也是拢翁走去啊吼，迄某一定会足艰苦、苦死人的。哎，你敢是咧讲蔡玲姐啊？阿母啊，你嘛是我假一个。系啊，你们这来讲伊哦。我嘛知你要讲迄全台湾死上上界痛落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阮爸丧事办了吼，伊就讲行，来去泡温泉。
对，所以你讲人讲一般来讲，比如讲啦，死翁啦，吼，还是安怎，拢会安尼足可怜，有诶甲对年个无都行出来，阮母啊一下晡就行出来。嘿，太子啊，旋转。因为吼，阮先生破病半年外啦，啊，植物人啊，阮已经面对种生死疲劳这种过程啊，所以拢爱我甲这两个囡仔讲，因爸爸已经植物人啊，根本就无法度救好。 咱得爱放下，互伊较早去的。俺伫恁世间的人，俺嘛爱过了快乐，爱甲佢继续落去，生活也较会当过，日子才会当过。嘿啦，系啊，唔好甲逐工哭哭啼啼。有影，快乐也一天，哭也是一天，俺过去快乐一天。头前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应该已经哭到无目屎啊。伊嘛无哭。哎，我老看你安尼伫咧节目上甲妈妈讲话的方式哦，恁平常时是毋是嘛是安尼？ 安尼足快乐的啦，笑话啦。啊，我有阵时吼，我嘛会甲伊骗啊。该骗。阮母啊较早伫咧三温暖上班的时阵，半暝我就加迄人咧话电信公司咧给你纳钱的迄个。你好，这是中华电信所开电话，你6月份的电话钱，佮有54325块，也袂得。请你伫中华电信专线各服务窗口，或者是7-Eleven专家来付 OK 便利商店来纳钱，感谢你合作。你记得你敢有相信？我伊随敲电话我，伊随敲电话我，当然明显啊。啊，我一个月我也无敲0204奈，电话钱5万几块啊！所以欢迎全国的朋友来跟老母骗财骗色。好啦，咱今日要选的幸福的是啥？咱做伙来看一下。进行铺的汤啊！有够实用的啦。现在是这个礼哦。因为阮阿母吼，伊以前伫即个三温暖咧上班的啦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伊足爱泡温泉。伊若招阮出去佚佗吼，无别个所在，就是讲紧来行来泡温泉，紧来，甲我泡到溜皮上好，安尼啦。好啦，那你今日就要较拍拼哦。冇问题。来，马上来进行两卡一步卡。徛伫咧武士球顶悬，卡千拖，拢总有10卡千拖，3卡落伫指定范围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10卡千拖，恁3个人要安怎分配？第一棒我先来好啊。第一棒，你头一棒，啊，第二棒呢？你要几卡？我3卡好啊啦。 3卡4卡，第4卡。你遐有爸吧？ 4卡。哎呀，伊卡感真好咧，你要看伊卡感，你看伊卡咧短短啊吼，练习的时阵伊卡感偌好，比我较好咧。咱呢一定要来做伙看练习的 VCR。哦，终于对啊。哦，去车子啊，你哪过来啦？哎呦，啊那咱无看到前拖啦，你唔去你家吗？走对伊啊啦。无半箱嘞。哎，惊死啊！这是中意啦。原说就10头哦。房间看卖，紧来，来房间看。好。 哎，规内底超了了，超无大拢滴的，敢若这拖鞋。超无咧，看迄前拖是安那练下间啊。规内底找透透，逐项物件拢原在，敢若这拖鞋完全拢无了了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这什么种情形？有人擦啦，讲摕拖鞋，这有病吗？这有病吗？啊，两位，拖鞋腾来，真是咧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这是那圣诞老公公哦。圣诞老公公哦。 啊，要啊，啊，两位，规内底 LK 的哦，啊，擦啦了掉就是这个。啊，我无时间跟你解说啦，一张啦，恁家己看啦。两卡一部卡，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要解说一下。较边啊，遐佫有2箱，遐1箱来。来练啊！啊，原来收这堆前拖就是要做踢前拖的游戏。比赛偌重要的，哎呦！啊，你示范一个我看卖。我试看卖。心肝卡就是随便用啦。 点啊！啊，收到了！来，要3、2、1。哎 ，Come on！ 我伫顶悬啊啦！啊，无你较这看卖。用这？不鸡巴你也太袂入去哦。哦。无啦，收的，俺来外口讲。好啦，起来练习啦！哦。 好啊，紧来练啊！我伫厝的练，拢也无半箱有成功的啦。恁母啊，几组人搬出来，什么情形？
我搬来这练哦，这练可能人个空气较好啦。哦，啊场地嘛较大啦。伊这个话拢无讲，可是那什么怎样？伊即马做主席。我讲伊即马吼势在必得啦，嘿，这奖金伊若无摕到手就对啦，伊无胜利。鼓励吼，咱试看嘛，即马有你遐想试一个较近的啦。有你遐近。Yes，come on！各位啊，我当初读这个拖鞋过程当中，就是讲第一个我太成功对不？哦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结束。各位，这有难度咧，这要如何是好啦？以卡以外啦，运气最重要。运气最重要。我们明天的比赛呢，咱就要势在必得，一定会赢，一定会赢啦！加油！哎呀，迄无怪无成功，第一练习的时阵嘛，一直给妈妈创治啊，根本就无认真的练习。阮拍拼呢，阮拍拼对练习对出日头练到要落雨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今仔日敢有信心，甲幸好咧炸转去厝诶？信心？哎，就差点进入，有信心吗？你哇！嘿，敢有信心，甲幸好咧炸转去厝诶？信心？哇！来，全球第7，请就位。两脚一步踏，请开始。喂啊，加油啊！你也蛮打到来啊！这无限时间的吼。对，是挑战。挑战，钱来啊！别话，差点嘛，差点嘛。On money，黑米红。啊！来，我这卡感上好诶。差点姐啊，你考稳哦。哎呦，卡感真好。哦，小红的呢。今仔日的便当袂歹，食饱啦。食饱，食伤饱。食伤饱。真厉害，真厉害。我只要两卡就过关啊！哎呀，伤大啦！来，这卡伤大啦！差点姐啊，到哇！紧张啦！是啊，惊袂知啦。最后3个机会，看你啊！哎呦！我，伊遐地，大家感觉你就爱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绝对无咧做效果。哦，这真正有够害呢！来哦！别话！来哦！先来一个，来啊！行，不过伤过大啦。来，最后一个。搁一个机会。较紧的，莫按关。差一点嘛，失败啊！我是感觉阮阿兄即摆使先叫起来上空气啊！来，第2位啊，你要几卡？啊，那4卡你啦，我要4卡卡4卡你啦， 4卡而已，你确定？啊，因为伊无半卡啊。我两个1卡。你阿自扣。妈妈相信你嘛。搁加油一摆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请就位，两脚一步踏，全球第7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会当开始啊，差点姐啊！真可惜来！来，1、2、3。会使回顶来袂歹势，伊卡住啦。嘿，第2人玩好无？第2，够你一届机会啊！这个无算。伤大啦！靠你啊！咱互阿伟一个破声。哎，手袂让滑。好车主破3摸3吼，先咱边啊全部交到来，1、2、3。我无恁开开会啊，拢卖算1、2、3好啊！只要画1、2、3就会当惨嘞。出代志。我试看卖，一个卖画看卖。好，来。卖画就成功啊！有较接近嘛？3、2、1。我即马系啊，全部压力拢伫咧阿贤的身躯顶啊！加油姐！来！怪头啊！我
剩这卡的机会啦哈。对对对。啊，其实嘛免太你遐呀，太你遐就好。没事啦。你大概一边去，阿姨佫想要甲你炸倒去厝的呢。无啦，因为徛在迄顶面吼，真正无好徛。哦，真正做歹去，真的。好啦，咱山内着话，观众朋友要挑战。来，观众朋友有5卡机会，有一卡那伫指定范围着过关，会当摕红包。哦。敢有人想要试看麦？1、2、3，来，姐姐姐，哦，加油哦！大家好，儿子啊，我上电视啊呢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木龟啊啦。无鬼啊！梦想若行啊倒，我就缀啊倒。哇！啊，即摆吼10个吼，要去新加坡。哎呀，就甘心的吼。对对对。来，你敢有把会当成功？有1000块的红包哦。有哦。有哦吼。大家给我加油！软卡一波塔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呀！来，哎呀！紧啦！嘿，较大力的，毋过足低的。哎，你看，大家看落去，嘿，袂当花1、2、3，爱徛起来加油的，加油！无过加油哦！来，继续。哦，哇！歪去啊啦！哦，卡叔讲你最后一卡成功，你唔拿够1000块红包，哦，梦想搁甲你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成功就抱抱哟！跳！哎，加油！嘿，加油无过，加油哦！哦，加油啊！哎。无贵，来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无稀罕这1000块？你只是想要梦想甲你烂一下。对啊。哎呀，最后就过关了嘛。你都没有咋讲的，都怪我。我都无遐早讲，拢过了。所以你要来甲我讲这条件，我就甲拼落去啊。一个花啊，真高水。进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姨嘉宏，叫我阿宏就好啊。阿宏你好。老一根。你是老一根。哦，你好。啊，你今年几岁6岁。 6岁啊。来，我弟弟。他叫刘廷俊。哦。阿君。你今年几岁？4岁。4岁。我是阿母，我叫冠仪。哎，欢迎。阿姨平常时间的感情一定就好，对吧？系啊，就为细汉拢照顾到大汉的。哇！啊，妈妈是安怎想要报名这个节目？因为呢，其实我吼拢向囡仔讲台语啦，所以呢，因就是从细汉拢是讲台语安尼。啊，我想讲这嘛是一个台语的节目的，当吼因来上这个节目发挥一下安尼。对。像唔知影因就节目就避暑啊。对。系啊，囡仔拢会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妈妈这个心意是对的。啊，恁一个遐尼幸福的家庭，啊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是互你印象足深的？印象足深的，就是吼，伫弟弟2岁的时阵啊，阮全家伙啊，含朋友去一个农场耍，啊，大人伫遐咧开讲，啊，囡仔就伫遐耍球，结果呢无一个注意，弟弟就走无去啊，啊，阮全部人都紧张的。才2岁。嘿。哦，2岁有紧张到要死啊！对啊，后来就是吼，爸爸拄啊好吼，伫一个迄游戏区吼，迄足侪囡仔咧耍的游戏区，看到弟弟大一个人伫遐耍迄煮饭的。生米啊，伫遐家己耍啊，足欢喜的安尼。啊，拢无发现大人无伫个身躯边。嘿，对，啊来，拢唔知影家己吼已经走无去啦，人伫遐找伊。真正是好佳哉。你敢有印象？妈妈拄则讲诶，你细汉时阵怎个拍？你有印象吗？你有印象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无，哦，这无印象。因差2岁。差2岁对。所以迄当阵，这就是4岁。4岁。而且4岁时阵，还阁真细汉，你即摆敢会记你4岁时阵的代志？我4岁的时阵，我就有注意一个电视名册叫做白嘉琪啦。
那会乱啊。无啦，讲算笑啦。对啊。恁今日想要得到的幸福礼是啥？烘衫机。咱做伙来看因的幸福嘞。哇！啊，是安怎会选这个幸福礼？因为吼，就是照顾囡仔嘛，啊吼像弟弟最爱画红啊，定定吼，迄画红啊，迄颜料会用到迄衫，吼啊像因去读册的时阵爱穿制服、穿运动服，定定吼爱换衫，因为我中常拢是做工课转来的时阵吼洗，啊即摆呢爱陪因去困啊，因为拢爱陪阮陪。啊，你嘛做伙困去啊，我啊？做伙困，我嘛有这种镜头啦。啊洗衫就衫洗，我就藏伫内面，隔工才发现讲啊，哇，臭面膜，袂记起出来干狗狗。对，啊所以想讲，啊，若有一个烘衫机吼，就足方便的啦。洗了就去烘，啊，照顾囡仔嘛真好。对对对，安尼是不是当摕回去哦？就看恁今日的表现哦。哎呦，马上来进行五个大粒的，甲乒乓天对扑水天鹅在杯仔内底，有30秒时间，你一粒就成功过关啦，有2届机会哦。2届机会是谁要来挑战？阿君和阿陈阿君和阿陈要挑战吗？好啊，哎呦，有淡薄仔免叫。免讲哦。啊，第2届就是阿母甲阿姨。感觉因踮咧厝的练习，啊，算这戆儿的画面一定就够水的。系啊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 VCR。加来，加是题目考。戆儿大粒的，啊，紧来练习吧。我无爱去饲只鸭，我无爱去饲一只动物来啦。我找着一只天鹅要来互因饲啊，Go！弟弟，你去开门，看上来啊！你去开门。我是天鹅。这是一个气球的生命啊！好，来，弟弟，你来练习哦，来，1、2、3滴，袂歹，来1、2、3滴，啊滴啊，上啊，啊，我哋点啊？哦，哇，来，把你这样子，哦，赞啊！对不对？好，那点，哇，真正这个哎，哦，真厉害，来，2，哦，你慢慢点，1、2，哎呦，袂歹哦。弟弟，你要走去对？去阿红的球。去换阿红的球。我要你妈哦。OK，掂。哟，有掂着哦，一粒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，差一点啊！哇！弟弟，天鹅的游戏好耍吗？啊，有包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会带仔来的啦，你会带仔天鹅。你敢真正有这款的想法？还是你是想要互因欢喜安尼？欢喜就好啊。啊，不过阿母足惊吓的吼。对啊，我已经饲2个囡仔，已经足忝的，无想要搁饲一只动物啦。我甲你讲，就亲像阮翁嘛，就想要饲一只狗的。哦，我嘛是甲伊讲，莫乱啊，拢已经死的囡仔。真正哦，嘿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狗甲天鹅是无共的啦。好啦，看今日是不是会当甲这个幸福咧早转去厝的？是。一家伙啊，真古锥，请就位。广告大粒的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开始啊！30秒时间，紧嘞，紧嘞！哦，紧嘞，紧嘞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向收看梁振杰哦！哎，加嘞！看清楚。够20秒，够20秒，紧嘞，紧嘞，够你这球嘞！紧嘞，紧嘞！哦！差几点嘛？来，紧嘞，紧嘞！哎，10秒！来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加可惜无成功。来，我感觉因拄则真正是咧耍。哦，好，第2届就是阿姨甲阿母啊，好无？广告大粒的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，开始啊！30秒，30秒！哎！加油！一粒就过
过关啊！只有一粒就过关啊！哦！加油！加油！走！阿母家己选的很好咧，我家家己赢配对啊，哎，啊，恭喜小哦！感动啊啦！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啊，有40秒的时间，只要投入去一粒，就会当对到红包技能3。哎，第2排这位妹妹，来这边请。欢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好。我叫做温雅，温雅。哦，你这名就有气势呢。嘿，啊，你若是无赢，那等到暗时12点。嘿，非得一定爱赢啊，拼到赢为止，对不？温雅，温雅哦，这个名好了好。我一定会赢。一定赢哦。温雅来，请一位。温雅加油！戆哥大粒的温雅的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温雅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较细来一罐，哎，较大来一罐，哦，过来，加油！是有准的，啊，不过较大力的，加油，够20秒，过来，继续，10秒，够机会，够机会，来，最后一秒。失败啊！哎呦，温雅，咱的温雅即马是安怎？就可惜了。足可笑的，多谢温雅，后届还有机会赢吼！安尼嘛证明讲，这真正无简单。恭喜你！哎，恭喜！欢迎！笑嗨嗨！为阿要开始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母，我是阿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兄，我今年21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弟啊，你今年10岁。十岁，你今年10岁？不是啦，是你是讲我好？我今年10岁。我今年10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爸爸阿凯啊。阿凯，哎，欢迎笑嗨嗨！欢迎自我介绍，我知影想到要叫笑嗨嗨啊，规家啊人笑嗨嗨。恁规家伙啊快乐的秘诀是啥？美国就是陪伴，陪伴。哎呦，嘿，讲了真好，陪伴。因为因两个算捌代志的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阮拜一到拜五拢无伫咧厝的，就是阮妈甲阮爸咧管咧照顾，对，感谢阮爸甲阮妈。啊，阮若是有时间，就会等去台北甲看，拢会甲因写功课啊，还是创啥？伊妈妈的工课是业务啊嘛，对啊。有的时阵会应酬，会啉酒醉，我就爱去甲载，我就带因仔去甲载。啊，因两个看到因妈妈工课足辛苦的啊，因就讲会使较顶大汉去趁钱，唔爱互妈妈遮艰苦。妈妈迄当阵是毋是有强要流目屎啊？我看即摆都要流目屎。叫啉酒醉啊！无诶，有当阵啉酒醉的时阵，迄个感情会愈对，已经醉到唔知影人啊。啊，过了爸爸讲的时候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真正足感动。对啊。啊，过因两个真正是有迄种，敢若足爱做生意的迄落感觉。爱做生意的。啊，怎讲？就有一间阮朋友开店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带规家伙仔来去甲捧场。对。啊，叫因就看到迄个头家就招好人客啊，收钱算钱，因就感觉迄个模样感觉足好笑的。阮两个人开始。哎，对学。来学，啊，就结果真正有人客看到，因两个就伫遐话来食哦，好食佫俗哦，啊，就对人安尼，啊，叫画真正有人客行过，佫行转来甲伊买，哇，啊，就迄个互因得到足大的成就感安尼。伊有维传着业务的精神哦，哎呀，足够讲诶。咱做伙来看，恁要爱幸福的是啥？好，笔记型电脑。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当初就是因为疫情的期间，就是大家是毋是囡仔拢无法度去学校上课，啊，无法度上课，阮就一趟阵就是爱有电脑伫厝的，爱互因看，爱互因上课。是，因为我家己本身的工课，我嘛爱用电脑，所以我嘛无法度登记互因使用，所以我毋敢想讲无到这个机会许愿一个，希望想要来得到电脑。哎哇！那你今日爱好好加油哦！好，欢迎！我们说
妈妈，因自细个段，敢有遐尼听话过？唔捌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马上来进行飞镖爱食红。用10个字飞镖射到3粒红色鸡龟啊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我练习迄刚已经厝闹掉啊。好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 VCR。哇！下班啦。对啊，你够忝的。班。啊，你看我工课遮忝，你有想讲要送我啥物物件无？我的薪水拢咧食。好，啊，我这张我先收落来。啊，过你嘛是爱搁借我一张卡。到底想要什么卡？公园倒转来。对。任务卡。任务卡呢？你要量出来。飞镖爱食红。哎呦哇，这张红心哎！哇，你真的是都会射中哎，手稳，是不是爱扣你盖过关？对哦。1分，我来练习一下。咱搁爱练习啦，对，无够100。继续拍拼，继续拍拼。你看我抓什么好物件转来？哎，我气球不见了啦！我放弃，这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分一了我讲要断开，咱也是用这就好啊。好你，够紧的啦！天哪，我终于知道做夜市的人其实很辛苦哦。来，加油！哇，是一个桂冠啦！哇！我爸爸，动力车，动力车，哇！马弟弟，想袂到我迄落准备道具的时间，比我射飞镖的时间搁较久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表现得袂歹呢，咱大家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咱今日来夜市啊，准备要来挑战射飞镖来射夜市啊。老板，你好，我今仔要来射飞镖，咱看红色的先射。这么远，真的不好射哎。哦，我真正是就配合伊。哇塞！哦，谁？我射袂到红色的。哇！耶！哇，有了！耶，成功！头家讲阮射得袂歹，阮规家伙仔拢是高手，不哩厉害哦！搁转来练习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来，笑嗨嗨，加油一个，加油一个！加油！请就位。飞镖爱食红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红色红色哦！啊，快干嘛？就辣的啊！啊！我哥哥，我哥哥，红色鸡龟啊！加油！豆豆来，豆豆来，你会当哦，先瞄准，先瞄准。啊！哎呀！哇，爸爸，今嘛真正靠你啊！真正靠你啊！哦！哇，讲2粒就过关咯，2粒红色就过关咯。啊！妈妈，靠你啊！靠你啊！来，哎！哎呦！哎呀，真可惜，失败啊！我得你解机会。不过我是感觉因2兄弟。唔免遐尼着急，你想去着急吧？是不是？根本就无瞄准的，因足紧张的。你嘛是哦，只有爸爸看起来较好。爸爸有小爱瞄准镜。对，飞镖爱食红，笑嗨嗨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愈来愈接近咯。阿弟啊，加油！阿弟啊，加油！啊，都瞄准一个啊！真可惜呢。哇，哥哥加油，加油！哇，1粒！哇，爸爸，我需要靠你啊！你4支至少爱掉3支，1粒，讲2粒。哇，讲2粒，来。哎，他管一寡。哎呀！又靠！哎呦，这甲第1球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
妈妈，搁需要2粒就过关哦。你拢总有3支哦。来，瞄准，瞄准。啊！啊！哎呦，加油！真可惜，失败啊！哎，弟弟看起来有淡薄失望呢。一定会啊。系啊。啊，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啊，观众朋友有5支飞镖，无限失水，只要射到加几啊就过关。哦哟，好，1、2、3，来，弟弟，你看我怎么上？好，来。来，弟弟欢迎。你叫什么名？萧子恩。哦，萧子恩。啊，你拄则看因咧耍，你敢有感觉足好耍的？好胜。好耍哦，你莫紧张，你莫紧张。来，请一位飞镖爱食红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弟弟开始啊！哦，公羊过动了。弟弟，你已经过关了。你就算中2粒嘛是1000。你拄则讲想要射，我敢袂用呢。啊，算无够过关啦，恭喜哦！恭喜你！公羊过关来！笑嗨嗨，今日有淡薄仔苦笑吼，是不是厝内人嘛来做伙来加油？对，大家，大家，对，你好。啊，小哥啊，敢会感觉这个游戏真简单？袂啊，袂哦，困难呢。啊，你感觉假使讲你替因射几标，敢会当替因甲比去现电脑？一定会。哎呦，你拄仔讲袂讲介简单，啊，即马讲一定会。我有信心，但是无把。那你敢有想要挑战一个？来拢来啊！一定要挑战。哦，一定要挑战，好来，请就台，看下去。爱加油哦！哦，你就甲观众朋友的标准同款，5支飞镖，啊，着1粒就过关啦。嘿，飞镖爱食红，小哥爱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！哎呦，差一丝丝尔呢，来，加油！哎，过关啦！啊！够2届机会！加油！继续看！公羊过关来！棒了！欢迎阿嬷卖买便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卡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卡。弟弟。我是耗子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妹妹阿文啊。欢迎。啊，啥物会互这个阿嬷卖买便当这么高水对啊，阿名？嬷是大家拢爱去买便当哦。哦，因为我阿嬷是一个老公主啦。老公主。嘿，老公主，伊吼买一个便当，伊拢不爱出去买啦。是啊，我无法当出去买啊，知影伊要等来我食。啊，你听起来你大家都辛苦的。对啊，所以这爷孙啊就委屈了。就委屈了，哎呦！我要做一个上水的公主。上水的公主。哦，你已经有够水啊啦，对吧？是啦。有一天我去上课哦，去台中上课哦，啊伊个会打电话来讲，哦，我真正无法度啊呢，你会当帮我转来创下的吗？我甲放屎放到规涂骹、规个厝、规个房间拢是呢，我听着嘛老会害呢。啊，你等下看的时阵嘛，真正是安尼。真的。阿嬷，阿嬷你是挑故意的哦？你手大就凶的呢，阿嬷。不是，阿嬷不是挑故意的。不是挑故意的哦，那是顶袂掉的哦。安尼哦，真正身体无爽快，对，需要倒三工啊。真正有需要。你的意思是你不是演的？不是，是需要孙仔来给他照顾。你的孙拢无啥上心的。我的孙拢唔爱给他照顾，拢过趁人的钱。大家拢无闲啊，爱上班啊，爱做生意啊。你也就收伊对吧？我家讲我是做无聊的啊。哦，你等下找一个借口，叫伊转来对吧？对，有讲出来，有讲出来。系啊，所以今日报名来就节目，你嘛是欢喜的对不？欢喜。因为会当跟他孙做伙嘛。跟他孙，跟他孙仔做伙。阿嬷遮尔啊高水，亲像公主共款，因会想要爱啥物款的幸福咧，咱做伙来看。少女一起来，哇！
现在是要这个问，因为一届吼，阿妈做爱演迄种8点档，有一届哦，厝足无用，大家人拢足无用的哦。然后伊就一届，伊就伫迄碰椅顶管，看伊伫边啊食果子，食甲规个涂骹拢果子壳啊，搁有饼油啊啦。啊，阮就爱一边扫一边甲伊骂，一边扫，讲吼你真正安尼做着我会麻烦呢，安怎的？我想讲啊，有即个活动，啊无咱来。看会当赢一届迄个扫地机器人，安尼就袂生气啊！理由，甲会当陪伴阿嬷，安尼今日是毋是当甲幸福的砸倒去？好啊，加油啊！好啊，加油好不好？来，马上来进行迎新舞彩弹，双手做伙甲，一手收一捆彩弹，20秒以内收完就成功过关啦！有3届机会哦，3届机会，安尼是。3个人拢要做伙挑战，还是只有1个人？3个人，3个人，像头一步。哇！你小卡，小卡，阿妈考第2步，哦，真正哦，第2步，哦，所以阿文就是第3步。哎呦，来，咱做伙来看一下，咱的公主阿妈敢有认真的练习。阿妈，拢咧扫涂骹，咧挂水，你真正是公主呢。嘛是咧做公主。哦，啊无你做上水的仙女好啊！我即个有一个活动吼，游戏就是要来演这看会冠军的啦，就是这迎新舞彩弹。嘿，啊像安尼爱比赛。比赛。咱大家拢比较吃无咧。啊，弟弟你咧创啊？我妹妹哪有吃无咧？你咧创啊？快去啊！哦，吃无咧哦。来，咱即马用这种方法，来，做伙来跳绳。好，跳啦！这嘛是一种方法啊，对不对？再进来。阿妈，你创啥？哎呀，我咧练习啦。练习啥物看啦？我看上电光棍的啊。哦，哎呀，你是咧创啥物？拉拉机啊！拉机啊！来哦，你看哦。啊，你看我好厉害哦！咱咧敢会过？见。吼，就是安尼好。你咧创啥？我看恁真正足久啊呢。我即摆有一个任务，舞彩弹的任务，我咧练习啦。啊，人咧练习，你真正创啥？我先顾囡仔顾好，才来练习吧。袂使，你要紧起来啊啦！紧嘞，你嘛爱练习嘛，做伙练习。免。我这个当上了嘞。我拿陪你。真的哦，好，加油哦！阿妈，你完全无认真，你拢伫边啊抱，你一直抱敢若孙，是敢若孙啊？敢若孙啊，我今日抱这啊。哦，其他比过位啊你啊？无啦，我知影，阿妈根本就无想要过关。我嘛想要，因为卡叔讲过关，大家拢叫伊甲扫地机器人讲话啊。根本就无想要过关。啊，卡叔讲真正过关啊，有扫地机器人甲你陪伴。阿妈一定会想会到其他的办法，其他的手段。对。加油一个，加油一个。加油！阿妈卖买便当，请就位。迎新舞彩弹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加油！20秒！进来！一手完成啊，真可惜，无成功，是咪足忝的？足酸的。啊，拄仔讲第2步是阿嬷嘛，阿嬷你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制作单位有交代，互阿嬷加10秒。哎呦，阿嬷有30秒时间，好，来加油！来，第2届挑战，迎新舞彩弹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阿妈加油！
失败啊！啊，不过我都有看出来，你是不是真正无想要过关，对不？你干嘛过来？啊，若无伊来走到迄边去啊！啊，这种走对啊呀！系啊，即马规家伙仔拢靠你啊呢！你敢有够收到接到阿嬷的电话？无想要，无想要。所以你一定要较拍拼。从今以后阿嬷就扫地机器人这个朋友啊！来，加油加油！请就位，阿嬷卖买便当，最后一届挑战，最后一届机会，观众朋友，替加油一下好不？加油！人生舞彩段，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有机会哦！有机会哦！进来！小大。加油！真可惜，无成功。而且你两个人嘛，我感觉失望啊，因为就算今日有成功得到这扫地机器人，恁赶快会接到阿嬷的电话。伊赶快有目睭啦。阿嬷就是想恁啊，才会定来打电话给你。好，刷落来了哇，观众朋友来挑战啊！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，限时40秒，成功就会当过关。为着红包哦，我算个3、2、3。来哦，这位姐姐，来，欢迎，来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刘慧茹。你拄则看因安尼挑战是不是足困难的吼？因为有一点仔困难我拄则咧录影的时阵，我感觉头前是足差的，嘿。因为你一直拢咧讨论对无？你一直咧讨论要安怎才会当过关对无？对啊。嘿，我这边讲，我这边我。啊，我咧想讲闭关在伫对。啊，你敢有讨论出来什么方法？卡手爱紧。卡手爱紧。哎。这卡手是一定爱紧的。对。你讨论遐尼久，佫无别的办法咯？试看卖啊。试看卖。不过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哎，你有40秒。啊，好，我加油。好，我加油。好，来，人生舞彩段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！有厉害哦！你有40秒的时间哦！有机会！来！加油！够时间！加油！够时间！够20秒！要成功啊！继续！要成功啊！恭迎到中了！就快34秒哦，34秒就完成啊！谢谢，恭喜暗时要来吃好料。暗时要来吃好料，哦，你会当甲迄无龟做伙啦，无龟拄则有揽迄个梦想嘛，对无？哎啊，我互你揽者，来，哎，破下出来哦，老小姐，恭喜！你今日敢有得到会当互家庭幸福美满的秘诀？啊？恁讲啥？快乐的秘诀还佫无够，放心，公英倒转来，陪你甲快乐的秘诀找回来。想要知影对无？后礼拜继续收看。公英倒转来 ，Plus， 拜拜，辛苦，感谢，多谢，辛苦啊！